做完皮膚管理3個月啦，臉還債泛紅，還債爛臉。當時以為只是正常做完反應，結果越等越糟。後來才知道，在韓國吉利操作皮膚管理的人，很多根本不是持證醫生，你連對方有沒有資質都不知道。先說第一個扎心嘅事實，不是所有在皮膚科裏上手的人都有專門醫資質，真正拿到認證的只佔整個行業的5%。你碰到呢種做完3個月還債爛臉的情況，大概來資質沒到位。再說第二個讓人安心嘅真相，弘大藥口站8號出口正前方有一家叫斯麗本嘅皮膚科，拿到韓國本土女神 Ticket 認證，兩位院長各有硬實力。金道威院長漢陽大學醫出身，完成做院醫師規範培訓，還是激光醫學會正式成員，拿過3星醫療器械大賽獎項。徐成樂院長就是那牛有皮膚科專門醫資質，玻尿酸、何麗珠藍水光是他最擅長嘅領域。最大嘅謎底係第三個，很多人一進門就被推各種貴項目，但斯麗本進門先上 Visia 皮膚檢測儀，8項指標全量化。兩位院長拿着數據跟你聊方案，不是空口推薦。屏障受損敏感期，他會直接建議做 Helafil 緩膚，溫和不脫皮、不刺痛，專門急敏感肌設計低額。上緊字就用宇宙版蟹符煙波更快，痛感更低，助緩當天能化妝。所以皮膚管理不是選項目，是選醫生。急你做嘅人能不能拿出專門醫資質也是關鍵。斯麗本兩位院長各有所長，找你匹配嘅那一位。弘大藥口站8號口正前方楊花路162號8樓，熱門時段提前3週約最穩。怕麻煩你這尾用 Billsco 這種整合好的平台先篩一遍。首斯麗本直接限兩位院長履歷資質排班和真實反饋，想找有正規資質不流水線皮膚科嘅評論區告訴我，整理啦弘大商圈靠譜機構清單需有的扣一，我私發你。